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戒义会戒啊，就是前出三种争论当中，就是前面已经讲了，不容有之争论和不称之争论已经出完了。那么现在就是讲那个无必要之争论啊，就是无必要之辩论。不系量非量，唯以世人见，其如甚矣敌。那么有些世间人呢，都讲了，就是我们的这样的量和非量这样的这个分析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就前面已经说的，像这个二月的显现呐，然后有言语者面前显现的这个黄色海螺啊，这些都是非量的，就是不真实的、不合理的。但这些呢，就是叫非量。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海螺啊，或者是这个眼视面前所显见的这个一个月亮啊，等等，这些是我们说真量。那么这个量和非量的这个分析呢，有个别人是这样说的，就是没有必要，就是量和非量就是这样进行分析，而应该呢，按照这个世间人们这样这个承认的话呢，我们也是这样承认就可以了。就是我以世间所为有就我以世间所为有，就我们在这个月称论式的入中论当中也学过这么一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承认呢？我也这样这个承认，就是中观阴称派也好，或者是世间人们的话呢，应该就是承认是世界上这么样承认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就是你量和非量之间的这个区分就这样呢。就是不需要这样的这个区分，而是世界人怎么样承认，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个进入圣义地。也就是说呢，就是这样就领悟是个圣义地，就没有必要就是分很多的。就很多人可能也这样想，包括我们有些修行人的话呢，这个学移民有什么，学中观有什么，只要是人是圣义地就可以了，只要是通达开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没有必要就是学很多的知识就有些人是有这种想法，但是这种说法呢。就我们也完全不否定，但实际上呢，就量和非量的这种案例呢，就是有必要的。此所虽不者，见此生必过，世间之限量，以之必量过，未称不舍也。那么这种说法呢，就是虽然我们就是不遮止就是你不观察这个量和非量自己进入圣义地的这种说法呢，在实践当中也是可能极个别的高僧大德也是有就像那个六祖大师或者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也有个别的一些成就者的话呢，他从来没有学过量和非量到底是怎么样分析的，这些方面呢没有这个闻思过，但是呢遇到了一些善知识的这个殊胜窍诀之后呢，突然这个顿悟就恍然大悟，就得到一切境界的这种现象是有的。所以说呢，就这种现象呢，我们也是不否认，就是这按照中观阴称派的一些不共的说法根基呢，也是不需要就是经过很长的这个闻思，直接呢就屈入这个离一切习乱的圣义地，就是这种现象应该是这个存在的。所以我们虽然呢就是不遮着这种说法，但是呢，如果你说按照世间人这么样承认，就要这个承认屈入圣义地的话呢，那世间人呢，就是其实是他承认的限量和必量就是量和这个非量。怎么承认呢？比如说他见到这个顷刻的这个过就是这个顷刻的种子当中这个出现的这个因和过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作为实践人来讲也是限量见到的就这是实践人的此生此过必生必过这种现象呢，就是大家觉得是这个存在的，而且它是限量见到的。在实践的再这么愚笨的人，我们那个一些田地上的农夫也好，或者是草原上的牧民他们的话呢，也是知道是春天的时候种下这个种子，然后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有这种收获这一点呢，他们也是完全是明白的。所以这叫做是所谓的限量，就这是量。如果我们种下那个顷刻，然后就长出这个麦子或者是稻子的话呢，这是不容有的，不
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这些实践人也是会明白的。那么这叫做是非量啊，就是我们这个量和这个非量的这种概念呢，实践人是虽然没有这样这个称呼啊，就是没有这样称呼，但是呢，它的先量和它的必量呢，就是大家都是也实际上是已经承认了，是吧？就是所以我们有些农民呢，或者这些人面前呢，我们说这个你先量必量懂不懂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先量，什么叫必量，他根本不懂。然后我们说你现在这个青稞呢，就是这个种了以后，就然后长出它的苗芽，就是你看见了没有啊？他说我看见了，看见了。然后我们跟他可以说这叫做先量。然后我春天的时候这个种下去的话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一定会是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些这个灾害的话呢，那一定会是长出它的这个庄稼的果回来。那这一点你知不知道呢？他说是知道。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种下种在，所以明年就是或者是今年呢，就是长出这个果。那我们可以这叫做是必量，就是你不懂一米的话，那这叫必量，就是我们可以给他这样交代啊。所以我们跟农民呢，就上一米课呢，就是不是很困难的。虽然他们没有这种称呼，就是什么叫先量，什么叫必量啊，就没有这样。但实际上呢，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有一种合理呢，就是亲眼见到的合理性；有一种合理呢，虽然我亲眼见不到，但实际上呢，就是通过推理啊，通过推理的话呢，也是完全这个合理的。为什么现在这个牧民的话呢，就是他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天天都是忙着这个挤牛奶啊，就是一直这个做那个酥油啊，就是这样的。到了那个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他一坨坨的这个酥油也出来了，一袋袋的这个奶渣啊等等也出来了。那么就他知道是这个先量和必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呢，那就他不会做这些事情的。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农夫和有些。包括一些现在的一些工人呢，就是讲比喻也是挺好的，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个先量和必量，所以呢，就是在这里来整天的是打工啊，就是我们修金堂的这些工人的话呢，你看他们那么精进，就是一般上很多都是晚上都不睡觉，就上这个夜班呐，那就是他们到了这个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人民币就是这是他必量得过来的这个结论，就是所以呢，工人也好，农民也好，这个牧民也好，都知道是这个先量必量的这种这个意义，就是那不用说是我们实践人，但是我们有些实践的可能高等教授也是不一定懂到这个法语啊，就这个名词的术语，因为这是佛教逻辑的一种特殊的概念，就是先量和必量呢，就是这是我们唯一的佛教逻辑。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每一个科学家和文学家的话，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也有一些是什么这个推断呐，或者是亲眼所见呐，等等，这些都是先量必量的一种这个说法。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是见到这个果啊，这是这个先量的，然后依靠这种推理方式来就是获得它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叫做是必量的。因此先量必量的这个名称呢虽然是没有的，但意义呢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舍弃，就是这一点所以呢我们量和非量呢就是完全不用分析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还是有一定的必要，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别说当中呢，就是除这个观察明眼量知之争和除观察生意量知之争，就是最后呢就是舍义就是三个方面来阐述。首先就是第一个，无而明眼量，精简程序王，不仅减害了白黄增加废。那这里呢，就是这样一个辩论，就是对方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量和非量，就是这些分析也可以，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不是明眼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分了，就是精简量和什么那个就是观现实量啊。就是分了两种，这两种这个分析方法呢，就是对方认为是不合理的，没有必要在明眼当中呢，就是分那个精简量和观现实量，就是观现实量当中呢，就是先量和必量，然后精简量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深则的缩减，就这是我们前面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样的这个分析呢，就是对方认为是没有必要。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进行这破，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明眼呢，就是没有分那个精简量和观现实量两种，就是没有这样的分的话呢，那有很大的过失，有两种过失。第一种过失的话呢，那么精简呢就是称虚妄啊，就是精简是指的是诸佛菩萨呢，就是在入定以后后代过程当中的话呢，依靠他的境界能照见就是一切的这个清净的现象。我们在明眼当中也是，比如说在俱舍论里面也这样讲的吧，就是声闻的话呢，就是见
到2000世界，然后这个圆觉呢就是见这个就是3000世界，佛陀呢就是见那个整个大千世界无数的这种世界啊，就无所的世界。当然是那个如果是这个不作意的情况下呢，就是1000世界、2000世界、3000世界，这是俱舍论的讲义里面都是有，就是大家就到时候看一下。所以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就不要说是1000世界，就是连一个山口都见不了啊，就是在一个经堂里面只能像我的话呢，就是只能见前面的这些人，就是你看最后面的那些人的到底是谁都不知道，就是所以不要说1000世界、2000世界，就是连一个小小的经堂里面的这个人都是见不了的。但是呢，生者的这个见识是不是这样呢？绝对不是的。整个大千世界当中的话呢，有神通者呢，就完全可以见得到的。比如说像佛陀的话呢，我们这个声闻缘觉所见到的一切的这种无数的众生和无数的世界呢，就佛陀呢，就是在一个车轮上啊，就是完全让这个照见的。而且修这个密宗的一些瑜伽师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情节现象当中呢，四大都是这个父母啊，就比如说这个隋达呢，就是成为这个妈妈个父母啊，等等，就是这种见解也是有。还有一些情景的见解当中的话呢，比如说人呢，就是见到的这个1万岁，而这个天人的话呢，就是把它看作是这个什么甘露啊，就是甘露。所以上的这些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所见呢就是越来越这个清净，这些都是境界量啊，就应该说是这个境界量。如果不是境界量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呢，你见的我见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会不会这样呢？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如果现在的这个所见呢，是完全是正确的话呢，那僧者的这些道呢都没有用的。所以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这个说是眼耳鼻舌呢，就是非为量啊，就眼耳鼻舌非为量，舌是次等更为量，神之知道有何用啊？就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假使说这些我们眼耳鼻舌的这些根呢，就是成为是正量，我们所见是真正确的话呢，那就是僧者的道就是有什么用呢？就是绝对没有用的。但实际上是并非如此的。因此，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真的有神通的、有身边的佛陀、阿罗汉。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这个所境界的现象是无量无边的。以前那个须吉梵天呢，来到我们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刹土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跟那个就舍利子吧，就是进行辩论的时候啊，就是说那个。须吉梵天呢，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说法世界啊，就是见得非常的庄严美妙，而且呢就全是清净的，就根本没有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凹凸不平的这个翻杂世界，就是没有。后来呢，就是他们两个进行辩论的时候，就是最后释迦牟尼佛告诉我的这个世界呢，本来的是如实的庄严，如实的清净，但是呢，因为其他的众生呢就是见不到的，因此我们这样的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实相的话呢，就完全是清净的。但是这种清净呢，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眼耳鼻舌呢，根本这个见不到的。所以呢，如果没有一个境界量的话呢，就是那这个僧者的所见呢，全部都变成这个虚妄了啊！就像是我们有这个眼义者呢，就是看见的这个黄色海螺呢，实际上是没有眼义者一看的话呢，就是这是白色海螺。但是如果境界量没有的话呢，那我们明眼当中的这个白色海螺呢，就是也变成了这个黄色海螺，就有这个过失的。然后不清净，就是他这里不境界呢，就凡夫人的这个不清净的观现实量，观现实量面前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也应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分析。如果没有分析的话呢，就是把白色的这种海螺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有真和假的这个成分啊，就是有眼义者面前呢，白色的海螺是这个黄色，就是这是假的，就是不真实于实相的。然后没有眼义者面前呢，这个白色的海螺也是见到的这个白色，就这是真的，就是在我们明眼当中也是没有眼病的话呢，就是看见虚空当中的一个月亮是真的，然后看见两个月亮呢，就是你的错乱现象是假的，或者是你黄昏的时候呢，就是看见这个花色的绳索呢，是这个认为是度色呢，就是这是这个错的，然后认为是这是绳索的话呢，就这是真的。如果我们明眼当中也是不分一个这个观现实量和那个境界量，没有这样分的话呢，那迷乱当中的就是展示我们的假
假实数和真实数呢，也完全都是不能这个分析。但其实也不能这样想，我们虽认为是岁呢，就是实际上是正确的，这是这个民谣当中也是正确的。杨艳认为是岁的话呢，那这是这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这个民谣当中呢，有很多这个真的假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到市场上去这个买产品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是产品是假的，有些产品是真的。那如果我们民谣当中不分这些的话呢，那个就真是这个关先生面前的这些真假呢，就是也不应该有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必须要就是分析。因此呢，就是大家都是一定要了解，就是民谣当中必须要这样分。这就是我们莫凤仁波切尼玛巴都不公的这个殊胜窍诀，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像一些在藏地也是其他的一些教派的话呢，就是他在民谣当中呢不愿意这样分。如果民谣当中不愿意分的话呢，那么就是刚才孙子的这些清净的现象呢，僧一地也不能这样安利的。然后世俗地的话呢，就是世俗地是全是假的话，那就是也说不过去的。你说极乐世界呢，就是是不是假的？有些现在也是这样问的嘛，就是我们这个世俗的现象呢，就是全是假的，那么僧一的呢，就全是空性的。那这样的话呢，极乐世界是不是假的呢？那我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弥延娘的角度来讲，是它是一个真正的实相啊，就这叫做是金渐娘所得到的一种这个对境。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分，如果没有分的话呢，有很多人自己也是最后把这些问题是迷惑不解了，就有这种困难的。所以现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些个别的论师呢，也没有分那个金渐娘和观先生娘的原因呢，最后他们自己在安利二谛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是也是迷惑不解，就非常麻烦，就这种现象是。因此我们现在在汉传佛教当中呢，也一定要了解，就是这个民谣当中有这么一个分析方法。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极乐世界呢，就是怎么样安利，我们现在不清净的娑婆世界呢，怎么样安利，然后在生意当中这些道理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去抉择，就是这些问题呢，就是轻而易举，否则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大家把这些问题呢一定要搞清楚。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僧义当中的这个僧义娘呢，就是也分那个两种，就是那么处这方面的争议。吾儿僧义娘不知二谛容，僧义多细辨自我慧命也。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就是虽然你世俗谛呢就是这样分两种，就是也可以算勉强可以，但是僧义谛呢，僧义不是一位一体的这种法界嘛？那法界怎么会是分两种呢？因此这个僧义娘呢，就是最好不要分两种吧，就是有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这个民言就是分这个两种一样的，僧义呢也应该这个分两种。僧义呢就展示的我们单空就是一个相似的僧义，然后呢就是究竟的这个远离一切细论的，就是这种思想的这个僧义，就是应该分两种。那么僧义分两种，暂时和究竟或者相识和真实的僧义的话呢，那么观察僧义的量也就是说是这个有情的智慧呢，也可以分那个两种。如果你没有这个分两种的话呢，那不知二谛融合就是僧义谛和世俗谛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圆融，怎么样这个双运，就没有办法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切万法是显现，那么显现呢就是空性的，那么这个叫做显现抉择为空性。然后这个显现和空呢，就是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空即是显，显即是空。到了这样的境界呢，这叫做是这个显空双运。然后这样的这个显空双运呢，也并不是我们的分别呢，也并不是文字上这个案例的。这种无二无别呢，就是超离了一切颜色，就是境界，这就是离析。就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无二无别，就是这叫做是等性。就是我们中观的四部境界讲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就依次这样这个类推下来，就这样以后呢，就是了解它的本意。那么这样呢，如果你所谓的这个僧义谛的话呢，要么安利为是只是一个单空的层面上，那单空的层面上的话呢，你这个单空和这个外面的现象怎么样这个融合呢？你说显空双运，或者说是这个什么这个空乐双运啊，那么这个所谓的显和空双运的话呢，就像美芬仁波切所讲的一样的，白色的孙子和黑色的孙子，就这两个错在一起一样。除此之外呢，就根本没办法按理就是显空无别就这样的道理就是没办法按理的。这样一来呢，所谓的僧义谛呢，一定会是堕入一个这个要么是常有的边，要么是断的边，或者是有的边，或者是无的边。除此之外呢，就是没有这个别的去处了就这是不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究竟秘密呢？就肯定是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学这个中观什么
庄严论的时候呢，就是生等无有故，无生等以物啊，就这一句话当中就讲得很清楚的。因为生住灭等等，就这些呢，依靠这个一义多因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存在。既然是生不存在的话呢，观待它的无生呢，就是也不存在，无住也不存在，无灭也不存在，生住灭也不存在，生住灭的这种单空也不存在的话，那一定会是这个离析了。除了离析之外呢，就是再没有这个别的这个抉择方法呢。因此呢，所谓的单空，它自己的这种本体呢，也自然而然这个毁灭的。或者说是你这个相似的这个生义谛呢，如果是就是自体也是仅仅是一个语言的境界，或者是思维的境界的话呢，那最终呢就是不成为就是真正的生义谛了，就是自体呢就是也会这个毁灭的。因此呢，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现在摩诃仁波切的殊胜窍诀一样的，要懂得那个生义谛的时候呢，大家既要承认就是暂时的一个单空，又要这个承认呢最究竟的离一切系论的这样的一种大空性。这两个空性呢一定要承认，否则的话呢，我也看见有些这个藏地里有个别的一些论师他们呢就是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在般若法门当中所讲的这些空性呢，这是一个就眼耳鼻舌是没有，就是这是一个单空的。有些个别的论师呢也有古今中外就是一时也有这样程序的。然后现在的有些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就讲般若经讲金刚经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听到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就是碗里面没有水一样的，就是已经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全部没有了。这个空性呢，大家一定要开悟。所以这样的这个开悟的是，如果是真正大开悟的话，那就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幼儿园的学生也是看到碗里面就是没有水呢，他马上就知道是这个碗是空的。就是这种空性，如果是真正是真悟空性的话呢，那木通也是这个用一证的，就是定解宝段里面也是关于这方面分析的非常这个细致。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是一个暂时的这个空觉，我们眼前就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单空觉。但是呢，真正的这种生义谛的大空性，是不是我们眼前看不见的这一个空性呢？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远离就是一切系论，就像我们这个龙母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里面所抉择的那样呢，才算是真正的这种大这个空性呢。这种空性证悟的话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系论都全部消于这个法界。所以在我们名言当中呢，也必须要承认这么两个这个层次就是一定要承认。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摄意，就是一致摄意。所量世俗我，能量心自正，习无如岁月，终无别异地涅槃正是解，诸法究竟过世经无别生，只向逆中灭。那么最后呢，他这里说这个我们前面所抉择的这个所量就是不管是世俗谛也好，生义谛也好，凡是这个外面所量的一切玩法呢，就是通过这个抉择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个绝对是没有这个存在的就是没有这个。然后所量没有的话呢，能衡量它的其中性是自证也好，或者说是以这个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个观察生义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些量呢，也是我们如果再加以分析的话呢，就像是这个水源呢，就是显现在这个湖泊里面一样的就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其实三摩地王经当中呢，也是有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就是说是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呢，就是交界的这个月亮如果显现在这个水里面的话呢，虽然这个现象，但是呢，就是一点实质都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诸法呢，就是也应该如实观昨天今天呢，就是因为秋天的月亮就是特别好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我们拉拢的这种金色是我觉得是非常美，就像天界一样的。尤其是夜晚的时候就是这个秋季的这个交界的月轮呢，就是真的这个余光那个照射到我们的这个大地上的时候都特别舒服。我都昨天晚上在那个院子里面一直看半天这个月论就是觉得它那么美的环境，我如果是一个视学家的话，我马上把它这个刻画出来描写出来。但其实我现在这个视学的能力越来越差了，就没有办法。其实三摩地王经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乐意呢，就是这些描写的也是关这个诸法无有这个事情的。大圆满心系修行里面也是关于这方面讲的这个用这个乐意来比喻就是讲那个一切诸法的本体无有自性，就是这方面就是生义谛和世俗谛都讲得很清楚的。因此
此他这里也是，如果这个加以分析的时候呢，就像岁月一般，就是没有的。总的呢，就是最后啊，就是生意谛和世俗谛，或者说是一切外境和心识呢，就是全部是无二无别，就是最后呢，就是一为一体的啊，就是一为这个一体的涅槃唯一的诸佛所宣说吧，就是龙门菩萨的什么那个60真理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涅槃的话呢，就是唯一的一个圣义谛啊，就所谓的这个圣义谛。那么除了圣义谛以外呢，就是没有别的法。虽然佛陀在我们先贤当中呢，就是2谛啊、4谛啊等等，就是讲了很多的谛，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唯一的涅槃。所谓的涅槃的话呢，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呢，就是叫涅槃，就是并不是说是啊，就是实现上呢，就是像佛陀啊、上师啊，就实现涅槃一样，就这就是究竟的圣义谛，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的涅槃的概念呢，究竟实相的意思啊，就究竟的这个法要。那么这个也叫做涅槃，也叫做真实际，也叫做就是大圣义谛、大空性、大离喜、大圆满、大中观等等等，就是现在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大呢，就是可以包括在一切究竟的实相当中，就是那么这就是究竟的实相的原因呢。外境和心识呢，就是无二无别。一旦我们到能知的心识和所知的外境呢，全部是无二无别，一为一体。那个时候呢，已经就是到了最高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佛陀呢，就是在有关这个佛经，比如说像那个宝积经啊，就宝积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诸比丘啊，这个神义谛呢，是唯一的义谛啊，就是神义谛呢，是唯一的义谛，它是这个无记法，也是这个涅槃法啊，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的话呢，就是恐怕对这个世俗谛呢习气比较浓厚，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精通，而对神义谛呢，以前呢就在这方面传习的不是很这个就很深啊，就是但以后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般若空性法门，对这样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究竟法义呢，一定要就是通达。我们一旦就是成佛的时候，你必须要通达这一点的。般若说完书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百川呢，就是汇入恒河而最后这个入于大海，就那么所有的一切所知的话呢，就是先以智慧波罗蜜多色素，最后呢就是到这个一切智智的果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这个懂得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殊胜教法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这种这个善根，有福报。没有这个福报，没有善根的人呢，遇到这样的这个中观法门和无上密法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个结业会见的这个著述当中的话呢，也是讲呢，就是现在我们要懂得，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这个佛教的净化。佛教的净养是什么呢？佛陀亲自述及的龙门菩萨和那个无住菩萨，就是僧光二派。僧光二派的教义的话呢，那么就是这是作为先宗的教义来讲呢，就是最这个殊胜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唯识宗和中观宗啊，这两个呢，是这个结合起来，就是大家去学。去年我们1年当中都是都学习这个中观庄严论，我觉得是很多人觉得大好非常这个见识的基础啊，然后很多人对这个唯识和对中观呢，就是有这个重新的这个认识，然后自己也知道是以后该怎么样做，该怎么样这个修，这是那个佛陀呢，就是最这个神圣的一个妙道，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不能这个舍弃。那么现在实践当中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文思呢，就是没有什么用啊，就是只要这个实修就可以啊，文思呢，就是并不是最究竟的，有这种说法，这是很多高僧大德的认为是这是一种魔障啊，是魔王过去呢，就是在这里面制造这个违缘而已。真正的这个佛陀的教法和正法呢，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思基础上。我们应该要熟知清净的戒律，然后呢勤奋学习，这个如理的这个文思，就是佛教所说的就是真正的这些道理，那么要文思这样的道理的话呢，就是一个要信心，还要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三者呢就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这三者的话呢，那么这个佛法呢，一定会是成为正法的。如果你也没有信心，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表面上呢，虽然修一些法，念一些法，整天都是禅坐啊、坐禅啊等等，但这些呢，
就是不能就是成为真正的解脱的因。所以大家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真的我都有时候这样想，就是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所有的一切比如说富贵的一些这个荣华富贵啊，或者是一些显赫地位啊，什么都是不是很羡慕的。最羡慕的是什么？就实践当中是有一个知足少欲的清净戒律的真正的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就自己也是从内心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羡慕，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但所谓的修行人的话呢，不贪着进士，就这一点以前的一些噶当派、萨迦派、尼玛派的教言当中都有的，就是说是不贪着进士，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快乐，就是为了众生，为了这个乃是而向着的。这样的修行人呢，才算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人生确实很短暂的，就是有些人呢可能能活到就是这个70、80岁啊，有些人呢就是能活到30、40岁啊。所以这个人生呢就像是秋天的这个鲜花一样的，就是在什么时候遭到那个无常的大爽呢，就很难说的。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当中，短短的人生当中呢，所学的法、所知道的这些教言呢，就是应该用得上。怎么样用得上呢？平时都是要默默的祈祷诸佛菩萨，一定要将自己的这种相续的烦恼呢，尽量的就是灭掉。如果不能灭掉的话呢，也是尽量的压制。就这方面就是下功夫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所以我们遇到了这个贤宗的这样的殊胜法样呢，就我觉得是真的是这个大家都是这个福报，也是大家的一种这个福分。然后尤其是遇到了这个密宗啊，就是密宗的话，大家都知道依靠这个具有法相的三智士面前获得这个官定，然后呢以上师的这个窍诀呢，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性。尤其是我们密宗大圆满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具义官定，就是依靠这个上师的喻比喻啊，这个来这个认识自己的性的这种自然光明。那这一点这个教言的话呢，那更是这个难得的就更是难得的。那么如果有了这个机会，就是有仙宗密宗的这些法要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千万都是不能这个舍弃。我们这里面目前也是讲了一些教言，就是尤其是这个讲义呢，好像是这个就后面的这个教言呢，就是在讲义当中，就是前面讲了，就是我也在顺便凭自己的理解呢，跟大家也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有时候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是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看了一些就以前就是学过的这些法的话呢，就真的在末法时代，如是这个黑暗浓深的时候呢，黑暗这个蒙深的时候啊，就觉得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就是还是这个非常的难得就前一段时间我都有时候在这个闭关期间翻了一下那个上师心底啊，还有一些以前的那个七宝藏啊，就世尊光传啊，一些那个中观传论啊，我都是这个非常的感激，就是上师如意宝，就是上师如意宝其实呢不知不觉的是已经这么多年当中给我们给了那么多的这个教言，就是那么这些教言的话呢，一个比一个殊胜。现在虽然呢全部都是并没有这个笑话，但是呢遇到这些教言呢，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如今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是有些人是为了名声而奔波，有些人是为了财富而奔波，有些人呢不知不觉的是在这个人生呢就是这样这个浪费荒废，就这样。虽然我们自己呢就是没有特别的这种高的这个境界，但是呢在这个自己在这里面凡是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这个十年寒蝉无人闻呀，就是默默无闻的，就是一直这个问世，而且自己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佛法和一些问世上面。那么现在的话，明天死了呢，我自己确实是不后悔，就是觉得是我的人生还是算是有这个福分的了就已经问世了，就是好几年了，好几年一个问世，短暂的人生当中用上这一点，也是在如今这么不好的这个时代当中，也觉得是值得就是也觉得是有意义，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那个最后的话呢，就是在这里讲义里面也有一些那个教言吧，就是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应该对这个我们遇到这个仙宗密宗的那么殊胜的法呢，大家都是要就是值得这个珍惜，就好像宋词里面是就下面在讲。下面这个宋词当中的话呢，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四法义。四法义呢，就是中所和别所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是中所，如此甚于广，慧眼睁开也。定见佛者，诸具大会者，由今至妙道，显密称法理，难得随意惑，莫名空无果。
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前面就是所分析的一样，就是如此按照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当中呢，真的佛陀亲自授记的呢，就是龙母菩萨和这个无主菩萨他们的这个教法的话呢，归纳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84000法门。然后我们对这样的这个僧派和这个光派也就是说唯识宗和中观宗的这个教义呢，应该就是增开智慧，有精信闻思。精信闻思的人呢，就是他有开智慧；没有这精信闻思的话呢，那什么叫做中观，什么叫做唯识，他一窍不懂啊。就是有些人是现在根本不懂，然后故意诽谤啊，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怜的。你一定要起码要花一定的时间，就是在里面这个做温习、研究、分析、探讨，就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如果我们对僧光法门呢，就是精信这个闻思，打开思路，打开智慧，打开智慧的话，一定是让见到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30方诸佛，以及呢这个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以及这个我们这个印度的龙母菩萨、无主菩萨为主的6大庄严、2大殊胜，还有呢就是2大稀有论师等等，他们的这些僧者的这个教言，具有就是广大智慧的这些僧者的这个教言。那么他们这些僧者的教言的话呢，是只是通过这个殊胜的妙道也就是说，这种妙道的话呢，就是机也是安乐，道也是安乐，过也是安乐的就是机道过，就是可以说是妙乘、妙入、妙道，就是也可以这么讲，就是非常安乐的，就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殊胜道。这样的殊胜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显宗里面刚才所讲的僧光二派。然后在密宗当中呢，就是密宗这个外续和内续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密宗的这个教言。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这些僧光法门和对显宗密宗的这些教言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这个勤奋的这个学习。没有这样的勤奋学习的话呢，恐怕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一些人的这个根基比较差，智慧呢比较钝，然后呢你这个随随便便呢就是通达这个开悟这一点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有些可能就是遇到佛法呢，就是很早的，就是还是很荣幸的。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是这个今生当中遇到这样的这个佛法和上师呢，还是觉得是福报就是非常大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芸芸众生那么多而且邪知邪见满天下。就现在我们在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呢，你不要说是真正的显宗密宗实践的一个真道，实践的一个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以前的这个孔孟之道这一点就是学习的人也是就非常罕见的非常这个稀少的。现在看看就是很多人这个西方这个文化和一些东方文化的这种冲击连实践的基本的一些人规都没有的，这样的人呢，就是现在是这个越来越多。在这样的非常复杂的环境，非常这种混乱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遇到了像如意宝那样的，遇到了就是昙花难以现世那样的这个佛法这个进化呢，确实是不容易的就遇到这种佛法，而且自己呢有这个信心。有些人呢有这个出家的这种因缘，有些人虽然没有出家的因缘，但是呢你还是有这个闻思修行的这种意乐和这个缘分。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这个非常难得的。我们现在对这样的显宗密宗的这种发扬呢，现在有心于呢，就是已经难得的如意宝已经有获得的机会。谁这样的这个法已经获得的话呢，大家都是不是那么这个平白无故，这是轻而易举就是获得的。应该这种这个机会呢，就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失去的话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恢复的。因此大家呢，千万不要这个空的这个过去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既然遇到了这么殊胜的妙法的话呢，你不要这个在这个放弃了这整天的是这个懈怠这整天的是做一些无意义的。有时候呢，众生的根基不相同有些人是很可怜的，该学习的就是这些神圣的佛法呢，他没有学习，然后不该这个学习的一些实践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上网就是现在一些实践的非常这个糟糕的一些垃圾学问的话呢，他就心智勃勃，就是很有这个兴趣，就是这是业力现前
真的是夜里现前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大家呢就是千万就是不要这个空过这是某朋人不切，也是莫名空无过就是让大家呢就是没有这个享受到佛教的甘露美味就是然后你随随便便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就这样过去了以后呢，那真的非常的这个可惜。这位光尊者呢就是也是很形象的，就是说了一些这个恶人的这个修行状况就是有些恶人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就像野牛一样的，就根本不屈入真正的这个佛教。然后到了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就是对文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憎恨就是没有这个兴趣，而且呢就是每天都是不断的忙碌或者是这个奔波希求这个世间法的。然后最后的话呢，这些人他随着这个恶友呢就是业绩颠倒，就是自己以前是修行人的话呢，最后都变成这个非修行人。最后这种人呢处于这个迷林当中的野人一样的，就处境非常可怜了就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呢，真的有这样的人是非常多就邪知邪见的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到这是大学生，这是这个有一定的学问，但是造恶业的时候呢，每天都特别擅长，然后造善业呢，就是一点兴趣和一点娱乐都没有的。这种人在我们的这个诸位和附近呢，也相当多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人生过得很快的，有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就是做的分析一样的，人造一点事也是好的，因为现在是已经皈依佛门，对佛有虔诚的信心，在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失去也是一点的不可惜的。如果你最后业绩颠倒，就是生邪见、诽谤因果，然后在那个时候死了呢，真的是就是非常这个可惜。所以呢，我们就是大家就千万就是再遇到这么大的这个困难的话呢，就是不要这个舍弃佛法如意宝。这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应该有一个就是这种誓言就是自己这样想，就因为我们人的心理的这个力量和作用是相当强的就自己都是在想，就有时候呢自己默默的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好好的合掌发愿，我都经常这样的，真的在很多人面前有时候是散乱着，在课堂上也这样的，但是在自己静下心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也是这样的，晚上睡觉也是这样的，就默默的这个祈祷，就是但愿我生生世世呢就是不离开这个就是三宝，就上师三宝，但愿我生生世世呢就是不要就是离开这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和无上大圆满的殊胜境界。这是我们时时都要发愿，时时都要祈祷的话呢，逐渐我们的这个心呢，也是毕竟是有为法的原因呢，它会转变的。以前是很刚强难化的，但逐渐呢，就是会如火，会跳入，最后呢，也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境界和感觉就这一点是我想每一个人也可以开发的。下面就是讲那个下面再讲一个颂词具四种力具备妙慧光，不随他转智定身四法义，不拘如此会如盲一盲人，为民具意了，思以成颠倒其实这个具意会讲呢，真的非常好。不过我的是不管看什么法讲什么法，就是自己虽然讲的不好，但是信心是有的，就是对每个法的信心还是很强的。然后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佛法的这个美文呢，就非常难得的。但是这样的佛法如意宝的这种美文呢，也是没有这个一定的这种真理没有智慧的话呢，可能也享受不了的就像现在世间的一些财富是比较多的，但是没有福报的人呢，就是他可能赚钱也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谁能真正能享受佛教的这种美味呢？就是我们就是必须要记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作用力、观待力、然后法尔力和那个真诚力就是四种真理。四种真理来清醒观察的时候呢，对明眼的法和对深意的法呢，就是一定会是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没有闻思，就不懂这个佛教。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寺院里面就只是那个就是功夫就是功夫拜佛然后呢就只有一个早晚课，就是没有这个学习佛法，就是觉得呢，当然是念诵佛法是念诵佛教的这种经文呢，就是有功的有加持，就这个没有什么说的。但是我们人的心里面真正升起来这个佛法如意宝真的是了不起有这样的境界呢，就是很难以升起来。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的，通过四种这个真理通过四种这个力的途径呢，就是在自相续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从事自己呢，就是具有这个对世俗谛和对深义谛的这种智慧的光芒。如果我们一点这个智慧没有的话呢，就是恐怕这个人生难得修得圆满的话，也有一点困难。观无上法的话呢，也有困
困难呐，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外面的有些人的话呢，虽然就是出家多年了，修居士戒已经多年了，但是佛教的基本道理呢，就是还不懂，整天都是造业，所以这是不合理的。因此，通过这4种真理来，最后的话呢，在自己的相续是完全是被佛法的智慧呢吸引住，然后呢，依靠什么样的外缘也是不会被他转着的啊。就我们中观传论里面说是不随他转，就是不随着这个外面转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有些就是遇到什么样的逆境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再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动摇的。现在我的有时候这样想，我们在座的一些各位呢，可能是带的时间比较长了，闻思的时间比较长了，这样以后的话呢，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这个田眼通啊，就是这些境界，但是呢，一般这个一些离境呢，外缘的话呢，就是不会转变的啊，就不会转变的。我刚来到这个学院的时候呢，虽然闻思的不是很多的，后来我回去我家乡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领导，我们那个1晚上的辩论，就是后来我好像这个理解方面呢，他虽然不承认，但是呢，我的这个理解呢，我也学了一点点英明和中观的道理，我就完全能辩护。完全能辩护的话呢，那个人最后很生气，就是他一直说是绝对不是，绝对是假的，绝对是假的。他一直这样说，除此之外就是什么理由的就是说不出来，就是让我们以前还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算的比较好，但是我们见解是完全是不相同的。他说是毛泽东很好，毛泽东很好，没有这个佛教是根本这个信心没有的，根本因果没有的，就是他一直这样说。后来我们就开始这个，刚开始我们谈得很好，就是最后呢就不行了，就是一直1晚上的弄，然后在早上的时候他叫我吃饭，我心里不舒服，我说不吃了，就我就离开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当时也这样想，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什么英明呢，没有学的话呢，因为一方面我们关系也比较好，就人关系好的时候也容易吸引；一方面呢，就是他当时也说的客气是，如果这个因果不存在，就是反正说了一些相似的道理，很有可能就是转变的。所以我们有4种这种真理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自己有不可改变的这种智慧的话呢，不容易。就是因此呢，就是对这个四义啊，就是产生殊胜的境界。所谓的四义，大家都知道，就是不依人，就是应该是依法啊，就不能依这是某某善事啊，他好胖哦，好好看呐，这个是听说是法王啊，听说是堪布啊，很了不起啊，这是一个名声。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境界当中没有真正的佛法的话呢，依人就是不依法了。就是我们现在末法师的特别多，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话，基本上是依法的人很少很少，依人的人相当多的。就这是因为是我的上司，这是因为是这个是什么什么寺院里面的了不起啊，就所以就是这样的。但具体他有没有这种功德，谁也不观察。所以这个应该按理来讲呢，就是不依人，就是依法。然后这个法里面呢，就是有些是词句非常好的，有些是意义非常好的。但我们应该不依这个句，应该依法啊，就依意义啊，就是像我们词句一些思学啊，就一些戏剧啊，就这些方面呢，佛法当中也有一些为了吸引众生的有些，但是这些词句呢，就是不重要的，应该是要这个意义很重要。就像我们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出离心、菩提心的方面的这些意义呢，就是很重要。当然，这个意义方面的话呢，也有2种，就是有一种意义呢，就是了义的，就是最究竟的意义啊，是最究竟的；有一种意义呢，就是不了义的，就是为了就是众生的根基不同啊，让佛陀呢就是暂时给他们说一些不了义、不究竟的这个法要。所以我们要选择就是最究竟的这个了义法，而这个了义法呢，也有一些是这个心识境界，也有一些是智慧境界啊。就心识境界的，就像我们俱舍论和对法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诸子的这个本体是无常的，这些什么的话呢，就暂时来讲说我们心识也是完全能领悟得到的，但这个也并不是最究竟的了义。最究竟的了义是什么呢？诸佛菩萨所境界的远离一切细论的空性啊，或者说是一些登经无二的这个实相啊，这些都是智慧的境界。但我们现在呢，毕竟是凡夫人，这个没有依靠这个心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要选择的智慧的这个境界，所以这叫做是4种这个依啊，就是4种这个依靠。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定要通过4种真理呢，就是自相续当中升起了智慧的光芒。然后具有智慧的光芒的话呢，不容易被他人转。在那个时候呢，你按次第的就是升起4种这个依法，升起4种依。下面说佛者的话呢，就是不具如是智慧。如果你没有具足不随他转的这种智慧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是很危险的。就像是依靠一个盲人呢，就是依靠盲人的话呢，那可能是在这个堕入悬崖当中呢，就处境相当的这个可怕。
怕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自己的四部具足上面所讲的这4种真理的话呢，可能人与业余呢，萨迦班智达所说的那样，就是知则知观察什么那个愚者呢，就是随身笨呢，是这么一个教言。所以愚者的话呢，就是他没有什么真理，听说是这个上市很好，就是跑到那个上市哪里去，那个上市不好，就是说这个是个假上市，然后马上开始汇报，就是听说这边来一个真上市，又跟着就是那边去。我们去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居说不知道，有些说是这个上市很好，让我们去哪里1至2、3天的时候，有好多居士说是这个上市不好，那个上市也很好，然后我们又跟着那个上市3、4天以后，有别人说是这个上市不好，那个上市也是很好，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抉择，上市是非常多，好的人也很多，不好的人也很多，看我现在怎么样的分别抉择好，你给我开始。但现在这样的这种开始还是很困难的。如果自己有一点智慧的话，那不管说别人好，别人说不好，就像按照那个这个经典和论点里面的要求，就是抉择的可以。所以现在有些呢，就是为了就是名声很高，就是二取一致的，就是这种这个一人就是而不依法的。然后有些呢，就是为了这个词句啊，就是这个好听啊，就是现在表面上就是这个词句很华丽的，或者是有美妙动听的一些语句啊，很多人的就是听这些这个歌听一点就是根本不修行的，这就是一句就是不以义的。然后这个义里面也是就容易通达的呢，就是不疗义和还有呢就是心识对境的就容易通达的呢就是这个不疗义的法和这个心识对境的，不容易通达的呢就是最疗义和智慧对境的。可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不以这个什么智慧对境的，也不以疗义这个对疗义的这种法，而依靠这个不疗义和心识对境的这些法，这些都是这个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这样下去的话呢，那就肆意就颠倒，肆意颠倒的过失，肆意不应该颠倒的这些道理的话呢，我想下面这个论文当中也会进行阐述的。因此我们这一会见当中呢，真的虽然文字不多，就是100多个宋字，但是呢就是里面的这个有些教言呢，我都这样想，就是很早的时候的是有这种想法，就是给大家传了以后的话，肯定有很多人就是从中就是获得了非常殊胜的利益。因此我们光是在课堂上讲一下就不行了，我希望你们呢就是把这个课盘和宋词讲义这3者呢就是结合起来有时候你没有这个其他事情的时候呢，你把课盘里面一个一个分析一下，神义谛是哪些，实数谛是哪些，然后神义谛里面真神义谛、假神义谛是怎么样分的，然后实数谛也是真实数谛和假实数谛怎么样分的，这2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样慢慢分析之后的话呢，逐渐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被这个智慧吸引住，然后呢就实践的这些邪魔外道不要说实践当中的最高强的一些现在的就是最顶峰的一些科学的理念呢，也不会抢夺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智慧。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智慧呢很坚固的、坚实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修正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奥义呢，就是我们也会这个通达的。否则的话呢就恐怕就有些人是表面上学一点，但是呢就是在实际的有些疏疑呢，就是也不一定是很大的。因此大家一定要就是对这样的殊胜论点呢，就是认真的学习，这就是我们的也是一种这个福分吧。我始终觉得是我们人生难得，但是遇到这些佛法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智慧的、最疗愈的、最殊胜的这些法呢，我们这个有心就是相逢，有心呢就是修行，就是这就是大家的一种这个福分。大家呢把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机会呢，就是不要这个失去。每个人都是应该就是再三的思维，就是切切这个关心自己的这种今生来世，永远想到众生的这个弥勒和痛苦。这样以后呢，我相信我们这个修行会这个成功的。否则的话呢，学的人多，成的人呢就是也比较少，就是这是魔法时代的一种弊病和现象。因此呢大家就始终都是要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多思维一下，学到一点点的这个法呢，都要这个处理轮回，利益众生，就是这2个这个环节呢，就不要这个离开。这样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修行呢，真的是哪怕是你在这个实践当中住1天、住1年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就是一直跟实践的人一样，就是整天的是混就这样这个生活的话呢，就是
那天有一个人说是你的这个同学里面混得最好的是不是那个人？我说我的同学全部是天天混日子，你不要这样侮辱我们。他认为是我的同学全部是混世间，其实也是世间人真的是就是这个混世间得过且过就这样的。我想我们大家呢，就是也不要整天的是混世间啊，中午吃什么，下午吃什么，就除了3顿饭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考虑的，那就不合理的。就是不要把思维全部的是放在那个吃饭方面，就是一定要就是想到我怎么样利益众生，我怎么样这一辈子的修行呢，就是圆满成功，好好的这个祈祷。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nse rupaya tanai bejan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tun tsunen dwa dwa sha Bangara gara bana azagada Bangara gara bana sada Bangara gara bana sada